架子也是 OK 啦，不过我想我手拿麦比较习惯。其实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叫做哈佛商学院不教的个案？其实我本来定的名字啊不是这个样子，叫哈佛商院不屑教的个案。那后面还有一个 title 叫做台湾媒体经营。那我想我们所有的朋友现在在座的。胡老师你好，对，那大概都跟媒体或多或少有关系，或者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从事了非常多年的一个工作，亦或是你对这个行业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想象。那但是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那台湾的媒体经营又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个我就待会就把这个原委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我用这个名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苹果日报的一个记者，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执行长啊，你这次李泰安的这个事件你怎么不出来说话？那我说我有必要出来说话吗？你要我说什么？那另外一个记者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有跟很多的记者合作过一些的案子，那为什么我会跟他们合作呢？那其实是因为现场有多少在线上跑的记者？很难啦，因为我知道那个记者通常是最忙碌的一群，而且老板绝对不会放人的。往往以去年来讲，我们曾经有几个案子，像倪敏然的这个自杀案，你在媒体上面看了超过1个月的一个报道，然后巨细靡遗的。那除了说倪敏然她过去的这个生平，她怎么从一个晚上从一代谐星变成一代笑将这个变成祖师爷的那个传奇的一个过程，那甚至于说他是不是有关落音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什么有调人数啦，一些奇怪的这些媒体上面的一些乱象，其实跟倪敏然自杀大概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因为自杀这个自杀是一个就像是有传染性的一种的我们讲就像打哈欠一样，你如果自杀播得多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他处于相对弱势的人，他也会想去自杀。这个呢，我等一下在这个第2个单元当中，有关于媒体跟自杀的一个关系，我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那我明天同时也会去台北医学院去担任一个论文发表的一个主持人，我们谈的同样的也是媒体跟医学的一个关系。那我讲到这个倪敏然的这个自杀，去年的确是造成很多人在看了太多的这个自杀的报道之后，他的心情相对是非常的不好。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呢是脚尾饭。脚尾饭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有个外国朋友回到台湾呢，他一看电视，他懂中文，他一看电视以后，他不敢出去那个吃便当，因为我们通常有时候就随便乱买，他不敢出去吃便当，不敢出去那个买面。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看了那个一个法国人，然后看中文看得懂，然后懂一点点，然后他台湾的那个小吃店，尤其是这个台北的这个小吃店，所有卖的都是死人饭，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说为什么那个他不敢出去吃饭，所以这个的确也当时也对于这个农安街的经济的确是造成一个冲击。那反观李泰安这个事件呢，我相信李泰安这个事件的确也对于台湾的社会是有产生一些的冲击，包括我们把犯罪说不定是犯罪啦英雄化，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我一直觉得是南回铁路翻车案，而不是所谓的铁道怪客，因为这种有价值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放在这上面，的确是会造成乐听人上面一些误导。那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比3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倪敏然的自杀，我们媒体做这样的多的一个报道。第2个案子是脚尾饭对于经济产生一个冲击，跟李泰安李泰安的案子，我前几天翻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内部的一些的记录，哇，这个非常精彩哦。从他半夜烧符咒，然后开始到这个到底买了哪一种毒蛇，然后还有因为什么屋顶的左边的这个角角可能塌了一点，所以有损难钉。后来有风水师来看风水说你这棵芒果树不好，结果这芒果树在昨天终于寿终正寝，因为他老婆把它锯断了。那还有呢，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灵异的事件。那更妙的是前几天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自称为天下第一美男子，头上这个还插一朵花，背一把剑的，要把他上个月的薪水送给李泰安。那这些的事件到底跟南回铁道翻车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我在5月22号吧，因为我连续上了2个礼拜 TVBS 的新闻检验室， TVBS 非常的
得意，也很骄傲。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们发了一个声明稿，他就是针对台开案以后呢，凡跟这个所有案情无关的事情 ，TVBS 不报道。那他问我说，这个我觉得他们这样的这个声明好不好？那我基于因为他们毕竟是唯一发表的这个声明的一家，所以我是肯定的立场。我不但肯定，而且还大力肯定。我甚至于我还鼓励他说，以后应该把这个针对台开案全部拿掉。针对台开案，你不应该不是，对不起，针对那个南回铁道的这个案子，你不应该对与案情无涉的这个事件，你去多加报道。难道每一个案子它的标准都应该一样吗？难道你别的案子你就可以多报道一点吗？所以那个标准不应该说是因为案件不一样，而你有针对南回你就特别的你觉得是报太多了，然后所以你不去报，然后针对其他的案件你就照样的这个捕风捉影，照样的这个流弹四射。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肯定这个 TVBS 针对他们这个发表的声明。那我觉得其他的电视台也应该要思考一下同样的问题。第二个呢是这个南回铁道这个案子应该是一个通案，所有的案子在侦办当中都应该保持的是一样的态度，不应该多做太多的臆测，不应该这个八卦流言什么这样乱扯一通，甚至于不应该滥杀无辜，看到个黑影就开枪。那这个是后来有媒体记者，我刚刚问他说执行长，你可不可以出来公布一些的这个统计数字，那让媒体就尤其有一些的记者蹲点已经蹲了好久了，然后那个有人在拼命点头，你不是有同事还蹲在那边吗？几乎每一家电视台全部都派人蹲点在那边，然后蹲了大概有2组人，每一家电视台大概都有2组人。所谓2组人的话，就是至少一个文字一个摄影嘛。那还有一台 SNG 的车子在那边，所以大家已经在那边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整天就是在拍泰安休息站。那我过去讲的这个方式是说，我觉得那个很好看呐，真的很好看呐，每个钟头来一次，请讲卖给稿之泰安休息站篇，有什么不好看的？那李泰安去唱歌，他去唱 KTV， 好棒哦，这跟对那个像刘德华一样巨星的那种对待方式，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镜头对着他的脸，尽管他脸泛油光，尽管他长得有点胖，没关系，他唱歌尽管唱得荒腔走板，还是一样在媒体上面塑造成情歌王子，好棒啊！他就光唱那一条歌唱了很久，那就有一家电视台那个，因为他一听那个有人就说，李泰安要去钓虾场唱歌，你们要不要一起跟着去？然后就有那个摄影大哥就说，拜托，那个唱歌有什么新闻价值？他就不去，继续留在那个饭店里面睡觉。结果呢，后来他的长官说，为什么人家有唱歌你没有唱歌？然后他就马上去抠袋子，抠隔壁台的这个袋子，抠完以后，所以大家都有李泰安唱歌。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荒谬的，李泰安的太太回到中立娘家去休息了几天，摆脱了这个观光人潮之后，好，又回到台东。那半夜呢，李泰安就温馨接送情好深情哦，深情款款的去这个火车站去接他的老婆，然后那个就搂着他老婆，然后2个人这样亦步亦趋，相互扶持的走出来，多么感人！可是我想问的是，这些东西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像昨天我就抓到 TVBS。我们上他的节目的时候，我也不客气就讲他们不是之前就已经发表声明，5月22号说他绝对不再跟案情无关的东西他不报道。可是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李泰安去买车票，然后他们的记者还跑去连线，说你现在李大哥，你买第几车厢？是第5车厢吗？还是照样做？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媒体的乱象？为什么今天其实很多的媒体工作者，我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今天口沫横飞在那边讲了一大堆我们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可是为什么都做不到？事实上，固然呢，这个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当然要负责，但是外在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因为台湾的媒体经营那种困难的一个程度，那种杀到这个眼红的那种程度，其实是举世少见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哈佛商学院，我是说不屑教的个案，因为这个是经营绩效当中最糟糕的一个，那就是台湾。所以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好笑而已，这只是一个开场白，它跟后面的其实也没多大的关系。那当然。这我办公室帮我准备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猫，所以他们就这个私下就把很多他们那个找到的猫的那个照片，大概都会贴在这上面。其实我想怎么做一个耳聪目明的一个乐听人，大家都知道啦。那但是呢，
要做一个耳聪目明的一个乐听人，其实需要有一些条件。我必须要判读说，到底这个媒体它所播放出来的一个新闻，到底它背后，我们以新闻来讲的话，它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那这则新闻它的一个价值又在哪里？那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台湾的这个频道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密集。各位一打开电视的话，大概你看得眼花缭乱。HB Nielsen 跟以前叫 AC Nielsen， 现在它又重新合并，也是改成叫 HB Nielsen。或者你在有一些的媒体上面，你还会看到是用 AC Nielsen， 反正是指同一家公司就对了。艾捷比，那市场调查公司，那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数字，老实讲，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货币。那是怎么去计算呢？那我待会会跟各位来做一些分析。其实我后来在这个整个台湾的媒体，我们看到了这些的这个乱象，也了解到台湾媒体经营上面的一个困境之后，我发现这个结其实卡在这个收视率上，而是话，那我觉得至少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才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自己的尊严啦。那为什么我说我们的尊严其实是真的是每况愈下，或者是每下愈况？我记得我去年好像是上郑弘仪的那个节目，然后郑弘仪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那个记者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尊荣感当中排名第几？”那个时候好像是10411人力银行他们做的一个调查。我说我不知道那我说总共有几个选项？他说有40个选项。那我说前面大概就那种什么医生，后来现在看起来医生也可能不是在很前面啊。那后来还有那还有大学教授，那我觉得大学教授可能也不会排在很前面。可是不管怎么样，当时间有40个这个不同的 ranking，40个不同的名次，可是记者是排名39。好悲惨哦！39，有些人就已经这个下巴说啊这么惨，更惨的是我们后面是妓女，40是妓女，那真的很惨。所以我那个常常在网络上面有一些像与媒体对抗啦这样子一些网站，他老是把记者改成那个另外一个记，让我自己心情是觉得是蛮难过的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形啊？那我觉得我们的情绪我们应该把它目光的焦点放在收视率上。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来讲收视率的话，我在今年的3月出了一本书叫《收视率的魔戒》，我不是要在这边做广告啦。那为什么我用魔戒这个字？最主要是有看过魔戒的请举手。啊，你知道那个戒指吗？那你知道那个咕噜本来是一个哈比人吗？对不对？那他就因为看到那个戒指 ，Oh my precious， 那他就觉得他想要拥有那个戒指。那结果那个戒指呢，后来他一旦戴上去以后，他就慢慢的行销骨毁，他就变成那个咕噜那个家伙。那后来他虽然说最后戒指还是被取走了。那还是有正义之士准备要护送的这个戒指到不晓得到哪里去把它销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尽管说他自己已经承受了非常多在这个各种的一个磨难，但是他还是希望要拥有这个戒指，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就跟收视率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人，像尤其是在媒体工作的人，你每一个人，你每一天早上9点半，尤其主管早上9点半那个每一天早上大震撼，就是坐到那个办公桌上，看着这个艾捷比给我们的报告，那个手都颤抖着，不晓得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到底是怎么样。过去可风光的，我现在还看到有一个那个上次不知道是谁写的一篇的报道，说哪一个韩剧在韩国是40%几的一个收视率。我想哇，40%几真棒因为现在台湾你不要讲40%几，4%都没有。更惨的是0.4%，有的时候都还看不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收视率那个绝对的数字，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看？我们会不会因为太过于依赖那个绝对的数字，而搞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个咕噜一样，就把那个戒指套上了以后，结果反而我们自己变成疯狂，然后甚至于现在常用的那个脑残的一群媒体人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好好去想想的啊。那首先我现在要来讲一下台湾的这个媒体调查哈。那过去什么叫台湾的媒体调查？HB Nielsen 它是用一
的电视上面有几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如果你家是被抽中的那个收视户的这个，尤其是调查户的话，那可能你家应该是有4口人，也就是符合核心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代表的是妹妹，好，我要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乖乖的，我先去电视前面，按那个妹妹的那个 button， 然后我再走回来，然后我就坐下来看我的电视。等一下，爸爸加入了，爸爸再去按，再去按爸爸那个 button， 然后我就知道说，这个讯息可能有爸爸看，有妹妹看，然后共同在半夜2点到早上6点的时候，它会传回艾捷比这家公司，它在进行统计。那到底全国有多少个收视户？那抽样的一个方式又是怎么样计算的呢？目前全国目前的一个方式是1800户，那它是用分层随机抽样的一个方式。过去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对，我应该先把这个抽样的一个方式先解释清楚。这1800户是怎么来的？1800户是在这个主计处当中登记的，全国有450万个家户当中，依照不同的区域，依照你的人口跟你的经济的一个结构，那还有这个它的一个密度的一个关系，它分不同的一个区域。那这些的不同的区域呢，它有可能因为人口数不够，所以它共同组成一个区。好，问题来了，现在就是台东跟花莲跟台中组成一个区域。那有没有台中人？对，那台东人，那花莲人，花莲跟台东是比较接近的。它4个族群大概是4开，就是大概1/4，台东的话24万，花莲的话大概36万人。那台中呢不一样哦，台中外省族群多，然后河洛多，客家有集中在少数的一个地方，原住民山边更少。所以这2个地区的人口结构跟经济的这个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1/4以后跟这个台中市，它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那这2个地方凑在一起以后，那它的那个抽样势必会有一些的这个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很可能就已经产生了。好，我们刚刚讲说1800户，那它依照不同的这个区块、人口的密度啊、经济啊、性别啊，然后去抽出来了。好，抽出来之后，那现在是1800户。那往往 AGB Nielsen 会告诉你说，他的这个个人收视户，所以就个人呐，他的个人的总数是所谓6300多啦。他6300多是怎么来的？是1800乘上4。我刚才跟大家讲，它是算是一个核心家庭。什么叫核心家庭？就是过去我们对于家庭的那种2个孩子恰恰好，哇，真的是一个是比较少还是不晓得那个忘记了。反正就是过去的核心家庭是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2个小朋友，所以它1800乘上4刚好就是6000多。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AGB Nielsen 他在历经了几个时期，我看看这边有没有他几个不同的时期。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台湾是500户的样本，那到这个1999年的时候，因为500户被很多包括中视以前的这个董事长郑淑敏郑董，那他也觉得说500户太少了嘛，你全国有450万户，你只抽个500户，现在连1800我们都不满意了，那你怎么去只抽个500户？所以这样子陆陆续续在这个遇到921大地震，那借由921大地震可能破坏了当时的一些样本户，那所以当时的电视公司跟这个广告公司强力的要求Nielsen 他们要必须把样本扩大，所以他扩大到700，第2次是扩大到900，然后接下来还是承受不住的压力，是扩大到1200。那到900到1200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因为原先 AGB Nielsen 在台湾用 People Meter 调查的一个方式，它是属于独占，只有它一家，没有任何一家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做调查的。后来在它900户的时候，有另外一家出现了，这家叫做广电人市场调查公司，是由赖东明赖董，那他那个时候集资各家不同的无线电视台，那所共同创立的一家的这个公司，是台湾第2家用 People Meter 的一个方式在做收视率的一个调查。那所以那个时候有竞争就有进步，
所以那个时候 AGB Nielsen 那个时候还叫 AC Nielsen， 他就觉得说，如果说我来自我客户有不断强大的压力，觉得我的样本太少，才900户，让人家这个广电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就用1200，好像1500到1800，就是广电人变1500以后，他就马上变1800，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从样本一直慢慢扩大的一个模式。那我刚刚要回到我刚刚上一个问题还没有讲完的是 ，AGB Nielsen 在台湾它应该落地就进来进行调查。从最早的一个方式我们叫做日记簿的调查方式。什么叫日记簿？就是我今天我看了什么电视，然后看完半夜要睡觉之前，除了祷告之外呢，我要记下来说我今天看了哪一些的电视。如果说有看到那个时候不会有不该看的电视，除非看录影带啦，那你可能就会特别注记说我还看了哪一些的东西。那这样子那个是叫个人这个簿记式的，就传回公司马上做一个统计。那这个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像这样子的一个进步的方式，对于 AGB 的质疑，却是从过去20年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的。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样本1800个样本到底代不代表台湾所有人口的样貌？如果说这个代表了台湾人口的样貌的话，那我觉得所有台湾人民要担心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的一个层次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样本如果产生误差，或者是更重要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它有拒访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不愿意这个AGB 这个盒子装到我家里，我就曾经在2100的节目上面我就问郑春琪先生，我说你家如果要装这个黑盒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叫 People Meter 这个东西的话，你愿不愿意装？他说愿意，他一定要装。然后那我说，那你看 A 片的时候，你这样不就被记录起来吗？他说对，他看 A 片的时候他也不怕。那我说那你看 A 片，那从此以后我们就结下梁子了。那这个其实对于台湾过去，因为有一些的历史背景，所以很多人是不太愿意让自己的收视的情形是被记录下来，因为尽管说这些的记录员或者是研究员，他没有办法获知你的这个代号到底他确实的居住地到底是在哪里？可是呢，我觉得我的隐私似乎某种程度是被揭开的。那我很怕说，如果我今天如果我在家里面，万一半夜偷看哪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万一也被人家看到的时候，那如果人家哪一天狗仔那么多又泄露出去，内线交易出去的话，那万一这个讯息出去，我会担心说可能会对我造成一些的冲击跟影响。所以呢，台湾的一个模式是比较不太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调查，尤其是高社经地位越高的人越不愿意接受。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他今天抽到你，那抽到你要不要被他装？那当然两种可能，一种是要，一种是不要嘛。那要的话当然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不要呢？不要的话是谁取代你？因为我们在做电话访问的时候那如果我今天访问你，你拒访的话，这个算作拒访率。拒访率现在在台湾非常非常平常，因为我们的政治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拒访率3-4成，甚至于高达5成，这都是平常。可是呢，你如果依照一个民意调查，如果大家有看过这种 survey 的一个书的话，你超过2成的拒访率，就表示说你这份的这个问卷可能它的样本有一些的这个偏差。这个1000年不变的一个样本的话，那它的偏差就会更高。今天本来是抽中我，那代表的是我看电视。今天如果抽中你，是代表你看电视。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怎么能够保证说你取代你的人，他的行为模式跟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活方式跟你是一样的呢？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个误差是不是就产生了？好，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因为拒访率而衍生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样本有没有汰换？没有一本统计学上的书告诉你说我的样本没有任何一本书，你可以2年汰换，你可以5年汰换，这个大概都各持有各种的这个支持的人大概都有。可是它只有一个是希望说样本最好还是要汰换，但是密度不要太
密集，因为你每个样本要等到它稳定下来，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如果太密集的去汰换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另外一种的这个混乱。那问题来了，如果说 AGB Nielsen 的样本到底有没有汰换？有汰换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同样的这些汰换的样本，是不是可以让社会上面组成另外一群的，比如说是公平会啦，或者是另外一些的这个公正人士，甚至于 NCC， 我们固定的去抽查这些样本，依照比例嘛，依照地区我们去抽查，然后去还原那个母体的状态，因为这样才是个科学的一个检证的一个方式，可不可以还原到台湾母体的这个状态？那目前 AGB 是不同意，我们对于这个除了他自己的那个委员会之外，是不同意外界对于这个有关于淘汰样本做任何的一个检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样本都不做汰换的话，那它的这个生命期、它的周期、它的稳定性到底有多好？拿你自己家里面做例子。你自己家里面，你现在的家庭，你现在目前的家庭的成员状况，跟5年前的完全一样吗？很难讲哦。可能很多人他5年前跟5年后，可能哥哥娶了老婆，然后那嫂嫂马上就生了3个小孩，那一个马上要生，那或者是有搬出去的，那每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5年不去汰换，那这个样本它可能的这变化实在是太高，这我觉得是不可预测的了哈。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我们就抽样上面啊，我们可以产生质疑的地方。那各位可能觉得说，哎呦好棒啊，我们就对它产生这么多的质疑，为什么它还不改？很抱歉，这个我现在这样讲，其实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啊。5年前、10年前都有人这样讲，只是这家公司非常厉害，就10年它完全不改，完全不变啊。那还有另外，像以他目前的这个抽样，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公布的一个方式。各位，我不晓得有多少位同学你们有看过那个 AGB 目前所公布的收视率的一个表的一个方式。现在的收视率是你可以小到每1秒，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变化。然后甚至于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绝对的数字，这个绝对的数字说好，比如说好 TVBS 它的这个晚间新闻，现在它在所有的新闻当中排价最高，10秒钟37500啊。那如果10秒钟这个排价是37500的话，好，那它的这个绝对数字是多少？那可能TVBS 它的这个收视率是比较高一点，有的时候有1是很高了哦。那通常啊，这个所有的新闻台的收视率大概普遍是在哪里？0.2到0.4当中啦。那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前面抽样可能会有产生这么多的一个误差，可能1跟0.2是一样的耶，在统计上面是一模一样的耶。我讲的更惨一点，可能1跟4跟0都是一样的耶。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这边为了那个数字在发疯，是在干什么？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直追逐着，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数字，以目前来讲，就算是以1800我们来计算的话，它的这个抽样误差应该是2.8，正负2.8左右。那如果说用他们的算法扩大到6000多哈，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它的正负也会有1点多左右。什么叫做正负2.8跟正负1.5，我们讲正负1.5好了。所谓正负1.5就是3跟0是一样的，你在统计上面是没有任何差等的。那问题是台湾现在你能够高于1的收视率就已经了不起了，公司切蛋糕、放鞭炮，搞不好还送你一大堆的礼金。现在能够有1就是非常非常难得了，更何况有很多的这收视率，老实讲都是趴在地上的。那以公视来讲哈，公视我曾经公视的节目品质，大家你如果看公视的，大概很少会有人会觉得它不好。那我们大家看公视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对于公视的品质，对于公视的制作，我们大家都非常有信心。可是有信心没有用啊，因为你在收视率当中呢，公视也有买收视率啊。但是我帮公视算了一些蛮好的一个节目，为什么收视率会趴在地上？所以难道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的，它跟母体到是弗洛伊德讲
人总是喜欢看看别人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表示我自己很优秀。可是再怎么样来讲，我觉得社会上面应该还是会有一群人，他会支持像公视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可是为什么那个数字是居然低到接近于零，甚至于他们有一个叫 not available， 他 not available 哈的意思就是调查不出来，调查不出来就是完全他的1000躺平在那边，就是零就对了。这是真的吗？那台湾人都是这么嗜血吗？尤其以李泰安这个事件，当时 T 台跟我讲啊，其实前面一个男主角是李双全啦，在3月13号发生这个铁道翻车之后，陈世宏曾不是隔一天就死掉。那那个时候T 台他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问题实在是这么耸动，火车翻车，哇，难得一见，所以我们要大做。那当时他们就派了非常多组的记者，然后去做这样的一则新闻，好像是做了5分多钟，然后那个现场连线啊，做得非常的仔细。然后接下来是李双全就自杀了。那自杀了以后，其实 T 台他感觉到，哎，可能他如果再继续做下去的话，这个可能会是蛮负面的一个影响。那所以他那时候考虑，他是不是不要做李双全，不要再继续追杀这些人，所以后来他就把几个钟头的所有跟这个南回铁道相关的这个案件就大幅的抽低，就大概只维持这个就是播报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水准，所以他马上收视率就跌回原来的大概不到一半。那后来就当主管一看到以后，你这是本来这个 base 就很小了，1点多，或者是你怎么跌回，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尤其是它是用绝对的这个数字，然后再进行排名的话，那这个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可是我刚刚又跟你讲啦，4以下的4跟0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你就觉得是一群真的那个佛家有讲，真的贪嗔痴啊，一群大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可是为我们追着一个数字跑，而这个数字是扼杀了我们所有创造的灵魂，跟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专业。那我过去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一些负责新闻电视台的高层。那就有一个他有告解，因为他离开了那家电视台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还好，是到这家电视台，还是商业台了哈。那个但是我好不容易脱离我上一家的这个电视台。我上一家电视台那个时候，我左边的裤口袋放的是槟榔西施，右边的裤口袋放的是反正就是赛车的那个就辣妹那种那个展场里面的那个辣妹。他只要看到他的收视率稍微往下掉一点点，那槟榔西施他就派槟榔西施出马，所以他就已经备好了这些的新闻带，他只要看到他的这个新闻收视率稍微跌一点的时候，那他就把这些带子丢出来。那我要问大家，谁家看电视跟我们这种我们观察新闻这种神经病一样？我们一天是看这个所有的新闻台，一口气可能看2、3台的这个电视，然后一个电视墙摆在前面，所以我看到 A 台，你现在在这个钢管辣妹，那所以哎呦，你有钢管辣妹，开玩笑，我当然也是要跟你拼场啊，输人不输阵，我马上也派钢管辣妹上场。谁家是这样看电视的？那1800个收视户可能是这样子看电视吗？大概不会吧。那为什么媒体的高层主管会觉得说，当谁家出现比如说养眼那种新闻的时候，那其实前置新闻自由最严重的，我发现还不是政治原来是收视率因为收视率它决定了我们大家要看什么样的新闻，所以倒霉的我们现在大概只有2条新闻可以看，一条就叫李泰安，另外一条就叫赵建明，所以这就是倒霉的我们在收视率之下，很多人就受不了。所以我刚刚也讲，记者说你赶快来救我们呐！他说我们已经受不了在那边，因为那个2个场合都很惨呐。那个前几天要么下大雨，要么就出大太阳，台东更惨，采访还会被树打到。那所以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如果我们收视率的一个方式不改的话，老实讲，非常跟很多的这个媒体的高层也讲过，哇，那个媒体高层真传神，他用他连续剧当中的一句话来告诉我，嘿，有神仙可以做，我干嘛做畜生？我当然也想把电视做好啊！哎，你们觉得这句台词很说吧？那
他当然也想把这个新闻做好，他当然也知道自己有媒体的责任，但是如果遇到遇到这个经营的时候，那很多的东西就只好抛开了，那还是利益摆中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收视率影响我们新闻的自由，甚至于影响我们的媒体的品质，就可见一斑了。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那个数字是绝对的一个数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媒体常常会用排名的方式来对外做宣传啦，或者是这个自己在内部庆功。虽然现在AGP Nielsen 他非常强调，他没有所谓的80排名他绝对不依照这个收视率做排名那但是往往我们拿到数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排，0.9 一定比0.8高一点嘛，0.8一定比0.7高嘛，那以此类推，当然越后面的这个就越糟糕。那所以我们自动就会把它 ranking， 自动就会把它排名。可是那个排名，如果我们刚才思考到这些，我们如果只用绝对的排名、绝对的数字的话，那我们媒体要怎么救啊？老师有教过，但是我们都不会，这个丢了一打笔可能也都没有用。所以我刚刚讲到，那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目前我想数位化大概是目前很多的电视台目前积极，尤其是无线电视台当中几家的这个电视台，那非常积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所有的这个无线电视，包括车机也好，或者是你用电脑可以收看也好，或者是你用这个在家里面你上面装了个机上盒，所有的东西任何一种方式都好。那在发射的头端，它就会有一个数字。那头端的这个数字，它是一种普遍性调查，就没有所谓的抽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固定的能够公布头端的数字是这个公布的话，那就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调查，它更加的精准，绝对比那个抽样然后再来还原。每一次那个抽样，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1%等于是什么意思？台湾有2300多万人嘛。然后1%到底等于多少人？因为2300万人，你必须要扣掉收视率是不计4岁以下的，所以4岁以上在全国当中大概有2100万左右，所以你这样把它除下来，1%就等于差不多21万。那很天才的，我们有一些平面记者，那就你这0.9好，我就用21万去乘以0.9，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有多少人收看。可是真的吗？真的是有这么多人这样收看吗？还有大家就觉得说，0.9这个收视率已经在同时段当中，像现在有一家那个新闻台，他在狂打说，他从几号到几号，他的这个新闻是到第一名。可是你一看，哇，0.5而已，那个收视率，他说冲到第一。0.5是什么意思？就是好，我用最完美的一个状况来看，台湾2300万人当中，只有那个不到21万，你乘上0.5，就是大概10万050千人看。那它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百分比来讲的话，0.5代表的意思是99.5%的人不看你这台电视。你这个收视率叫很多人看吗？老实讲，我们应该要就是大家要回归到这个现实，我们大家要脚踩在地上，这叫做有人看，不叫做有很多人看所以如果我们再用错误的一个方式去解读收视率的一个数字，或者是用错误的数字再去诠释台湾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样貌的话，那台湾的媒体乱象真的是无解。所以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方法是我们应该要用的是，就是如果数位的这个电视上面，我们越来越多家都可以这个公布自己头端的数字，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有一个可信的一个公协会，或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那从头端这个数字，我们来做另外一种广告计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我们才可能解决在这个部分那目前我们所受到的一个智库。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像我们刚刚举到的这个新闻当中，你会发现新闻它严重的受到收视率的影响，它会决定它的一个走向。所以我跟庄老师，我们曾经长期我们在做台湾的这个媒体的观察跟研究。那庄老师就给国际新闻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标题：台湾的国际新闻怎么样？叫量少质差时段烂。为什么量少质差时段烂呢？
因为我们的国际新闻量非常少，通常都是在垫档。什么叫垫档呢？就跑字幕的时候勉强给你看一下，那个叫国际新闻。而且我们的这个编译人员，因为通常 CNN 这个万一听不懂讲太快，那或者是法新社别的地方来的话，万一搞不清楚的话，太麻烦了，我们还要翻译，太麻烦了，上字幕。所以呢，如果有 Victoria's Secret 的那种走秀的话，哇，太棒了！那个这个一定有助于这个一举两得，又是国际新闻，又可以冲高收视率，这太棒了。所以最好的就因为通常都是在垫档，直插直怎么插？除了这个 Victoria's Secret， 我讲直插的话，可能现场有很多的男生哈，就当场就讲说那个乱讲。我们大家品味不一样，所以我可能觉得直插，那各位可能觉得直一点都不差。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国际新闻是绝对让你吐血的，比如说像我前几天看到中国有一个宝宝生下来的时候有3只手，那或者是呢我们在新疆或者是在中亚哪个地方有一只羊头上长了4只脚，或者是在欧洲呢我们发现有一只鸭子脚上也有4只脚。那这个是国际新闻吗？那如果你回头来看看哈，那以后我们的这个小朋友，那他们以后国际新闻，它对于整个因为国际新闻，尤其新闻当中，它的国际新闻是建构一个国家国民国际观还有全球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我如果看到我们的这种国际新闻的话，以后会担心，哇，以后我们要认识这个好。东欧的哪一个国家，比如说匈牙利的话，哎，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有4只脚鸭子那个国家就是匈牙利。那这个是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新闻媒体，那它所应该要负担的，我们从最早期最古典的这种新闻的尤其大众传播的一个价值，帮助我们守望环境，帮助我们形成决策。我们大概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量炒直插时段烂哦，这个是时段烂的话，是我们有一些的电视台，他坚持说他们每一天都有一节是这个国际新闻，可能这国际新闻放在半夜11点啊，那还要这个很有精神的夜猫子，然后才能够看这国际新闻。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目前媒体的一个窘境。那如果说收视率真的会去左右的话，那我也知道哈，我觉得做社会运动的人呢，有的时候不要天马行空，有的人动不动就讲革命啊，他代表人民啊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只能够代表自己啦，你没有办法代表别人啦。那如果说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尤其是新闻的时段，我们的广告的模式是大家早可以接受的了。像我刚才跟各位来讲到的，像以 TVBS 来讲的话，它现在10秒钟的广告是37500，有的呢是35000，有的呢是3万块钱，有的呢是27500。大话新闻我看它最近好像是2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那这些的你说叫现在啊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推，因为收视率会影响到新闻的自由，会影响到新闻的取材，所以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要看收视率？可是不要看收视率的话，大家做不做得到？因为你广告已经在那个里面啦，已经在所有的新闻的这个片段当中，我们1个钟头里面你一定要播12分钟的这个广告，有些人还超播。那如果已经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要去扭转这个形势，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式，我刚刚其实跟各位讲，我们现在收视率的计算方式是以每1秒钟1秒钟，每5秒钟5秒钟这样去计算，所以你会看到那个 peak。那个 peak 越突出的时候，可能就是通常是那一整节新闻越变态的时候啦。那如果我们尽量让那个 peak 不要突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1个钟头的平均收视率我们来看待？这样子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做你那个1个钟头。如果你真的是了不起，你就是要做1个钟头的杀人放火的新闻的话，那我也佩服你了。那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降低那种很突出的那种奇怪的那种新闻？那我们用这样的另外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让收视率对于整个新闻的一个走向不要有。我们第2个推荐说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思考跟尝试的。那当然 TVBS 的李涛先生跟我讲说，我们3个月大家都新闻不要看收视率。老实讲，这个诚意很高啦，我觉得这有理想性，但是老实讲做不到啦。那个谁这样呼吁啊？那个大概别人根本要么就不是。第3个方式，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哈，
刚刚讲到这整个的调查方式，是我们接下来要针对 AGB Nielsen， 你未来你在公布的时候，你要用区块公布，你不要用绝对数字公布。什么叫区块公布呢？就是你在同一个误差范围当中的，你全部都列为好，这是 A 等或 B 等或 C 等。那个大家可能你觉得 A 等 B 等 C 等不好，那或者是我们用大家协商出来另外一个方式，在这个区块当中的大家的价格定价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你一定要公布的是区块，以区块的方式取代绝对，甚至于绝对数字的一个公布跟排名的一个公布。那这个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第四个方法是对于政府，尤其是公平会要提出呼吁，以 AGB 这样的模式，我念过粗浅经济学的话就知道，整个的经济市场的一个竞争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独占，一种是寡占，一种是就是部分竞争，另外一种是完全市场。那以 AGB 这样的模式，你现在只有他一家，这个不叫独占，不叫寡占，那你告诉我这个叫什么？那很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我跟公平会沟通了非常非常的久，但公平会说，他依照公平法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营业额要超过10亿，那它才有独占跟寡占的问题。AGB 的这个营业额只有2亿，所以它没有这个独占或寡占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AGB Nielsen 它所创造出来的数字是一种货币，那这种货币一年控制的是台湾500亿的这个广告。那500亿就相当大了吧？那是不是公平会可以组成？我们不是说要公平会去施压它这个数字一定要怎么样？那这样搞不好到时候那个名表啦，或者是那个珠宝啦又跑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组成一个公正的一个委员会，我们可以随时去监督，让这个方式能够取信于大家，大家也能够相信它。那这个是我觉得公平会应该在这个部分呢，要有更清楚的一个作为来界定 AGB Nielsen 在台湾市场上面的一个位阶。所以以上这几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对于所有的记者跟乐听大众，因为我们的记者往往那他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在诉诸这个乐听大众，你一摊开苹果就说好，这个有超过100人看过 CSI， 或一超过100人看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对不起，100万人这个看什么什么样的节目，你用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它会让乐听人一看，哇，好震惊哦，这影响力这么大。可是你再仔细去研究或推敲，你会发现这个跟事实的落差其实是蛮大。工作者包括在座的各位，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其实它这个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迷思在，我们未来在解读这些的数字，我们在看待数字，甚至于在利用数字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误用它。只有你不误用，你不会去误导这个乐听大众，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可以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当然最后一个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乐听人的这个部分现在因为包括像台开啦、台肥啦，或者是现在整个台湾的整个目前的一些乱象，尤其我们从企业的公司来讲那现在很流行的，从1993年或者是从2000年恩隆风暴一旦发生之后，现在非常非常全世界的企业管理大家非常流行的一个叫公司治理的东西。那公司治理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股东行动主义。什么叫股东行动主义？就是我今天我是个小股东没错，但是如果大股东这个分红他多分了，或者是大股东自己官股民股在那边乱斗，搞得我们这个股票从20多块然后跌回这个水饺股，那这个股东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要对这个大股东或者是股东会那要进行一些的制裁，要提出一些诉讼，甚至于团体诉讼，这个叫做股东行动主义。那乐听人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乐听人行动主义？像刚才庄老师在介绍我的时候，他提到了赵怡安。这个事情是我在上个礼拜4的时候，就5月24号，我早上去教育电台去上一个节目，那回到办公室已经差不多11点了。那我坐下来看报纸，那因为早上进办公室已经比较晚，所以我就顺便开了电视，然后我就边看报纸边边听电视。就我在11点59分跟12点24分的时候，那我听到中天他用独家的方式，那他报道
赵义安，就是有记者去赵义安的这个幼稚园的这个门口要去堵赵义安，问赵义安，因为5月24号发生什么事，就是赵建明被收押的那个当天，所以他们就去堵他看看赵义安到底知不知道他爸爸被收押。这是从媒体的这个角度去看，为什么我可以解读出来？标题他讲说，不知父被收押。那不知父被收押，很明显的就反射到的是当时那个记者或者是在下那个标题的人，他的心态是什么嘛？他如果好，赵义安被他堵到的时候，他一定爸爸在哪里啊？那个赵义安就只有一个可能是不知道啊，爸爸出去啊。然后那爸爸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啦？然后逼到最后，那个赵义安如果真的知道他爸爸被收押的话，你要看赵义安是怎么样撒泼屎赖在地上哭吗？这是我们观众要看的吗？或者是第二个问他说，你妈妈心情好不好啊？这个对于乐听大众来讲，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觉得这则新闻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时候是非常愤怒的，而且我觉得很残忍。你对一个4岁不到的一个孩子，你到底想要从他的嘴里面套出什么？那后来我们在1个钟头之后马上发声明稿。那因为我们时间点都算出来，我们也指明是哪一家的这个电视台，就是中天。那哪一个主播，其实大家中午都知道。然后正好那天同样的《苹果日报》上面也有一则他的新闻，他上一个宝宝生的时候，正好老公是客家电视台的执行长，那现在升成台大新研所的一个所长。那所以我没有把他的名字讲出来。那我觉得是电视台甚至于这一个主播是有能力，我可以抽掉这则新闻的，不是每一个主播都可以有权利去抽掉新闻哦。他这个主播是有权利、有能力可以抽掉新闻。你如果告诉我第一次11点59分那一次，你说你不知道，因为稿子昂上来你报，那你可以在播报的时候你马上致歉，马上抽掉。可是问题是在11点59分跟12点24分，同样一则新闻一点都没变，2次半个钟头之内，同一个主播坐在同一个时段当中，他播出来，你觉得这样子让大家看，尤其她现在还怀孕3个月，我觉得我实在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我们1个钟头之后发出来，那结果有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晚上8点的时候，他就口头上面有至少有致个意，还不是致歉哦，有致意。那我想大概这事情就解决了嘛。可是问题是糟糕的是，对，当天的下午在6点左右 T 台跟东森也有播同样一则新闻，但是他们稍微收敛一点。但是隔一天早上，那7点50分，所有的这个电视台除了民视跟东森以外，全部都到那个幼稚园的现场，准备去堵赵义安上课。那结果我就接到现场有人告诉我说全部都到，我实在是觉得真的是脸都绿了。因为你知道在第一天就是只有3家电视台，有1家是中午就用独家的一个方式就播出来了，另外2家是到晚上6点的时候才出来，因为时间可能稍微晚一点，他们看到他有独家，所以他才晚一点再去跑。第一天你就看到说那个幼稚园的园长是把那个布就挂得跟个万国旗一样，他挂在那边，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当时是把摄影机架在那个围墙上面，然后在外面探头一直在那边叫人，你在不在？然后老师因为就担心就是受到干扰，所以就整个的教室前半段不开灯不使用，全部都挤到这个后半段去，一群的40-50个小朋友挤在后面在上课在画画。因为在那个当时那摄影机架上去的时候，有2个小朋友，2个小女生被吓哭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些不管是这些的媒体，他们当初之所以要处理这则新闻，他当时是不是有恶意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愿意多做臆测，但是不要忘保护你对大人去追杀，你要怎么去滥杀无辜？老实讲我们实在
无能为力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时候还可以那个假扮正义天使，然后自己以为不可能，一定会乱报。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至少你放过小孩嘛。一个4岁不到的小孩，到底媒体要怎么样？后来呢，我从另外一家媒体得到了一个讯息，也蛮有趣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呦，金长还好，你提醒我们说这个我们没有去这现场。那我说你们有哦，你们早上也有去，有吗？有吗？哎，我们记者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怕说没有画面哦，回来会被削，所以他们可能去拍这个画面，但是我们没有报这则新闻。我说那还是一样，你起心动念还是去啦，还是其心可诛啊。他说：哎呦，那还好，你提醒我们。那再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对小朋友会有影响。”我想说，你是把我当白痴还是怎么样？你会相信吗？好，我就不管了。那我也没有再看到说有到幼稚园的外面去堵这回事。但是我们的媒体往往就是因为冲收视率会冲过头。那我们过去我跟庄老师在看的时候，也常常看到那种记者蹲在水里面啦，还游泳啊，旁边还有蟑螂在那边跑的那种情况也是有。那我们真的是要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怎么去摆脱这个收视率对于我们专业上面，尤其是我们工作尊严上面的一个纠缠。那今天很多人走出去啊，像我很多记者的朋友走出去的时候，他不太敢跟人家讲是记者。那甚至于我不晓得那个庄老师，我知道有其他的一些教大众传播的老师啊，教新闻的老师，他们坐电车的时候，那有时候跟那个司机聊天啊，你坐什么头路啊？我驾车，驾什么车啊？驾新闻。哎呦，我这驾干呢？所以这个很多人就不太敢跟人家讲说，我不晓得胡主任你会不会也这样子，不敢跟人家讲。对，因为这个实在是，我觉得现在正好有几家电视台哈，他们要招考新闻记者，然后出来说啊，新闻就是一种，我可以比人家早知道，我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那但是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大学你教4年，老板教4分钟，全部都改观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些的这个学者哈，当我刚刚讲的那个记者，他们跑来找我说李泰安的事情可不可以救他们帮忙？我说真的是爱难照办。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媒体乱象既经典又完美的个案，所有的念当传播的人都应该努力去研究。而且我们以后要写刚才我讲的那本哈佛这个商院不屑教的个案，就是台湾的媒体经营，我们要写一本书，好好来讨论这个现象。那但是的确也有一些老师非常有正义感，他们就出来，他们就呼吁说，那记者应该代工。就有记者朋友就跟我讲这回事，我想真的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情况。记者代工，原来可以周休1日就算不错了，一口气代工